梅老師你好，我今日想問下呢個醒獅隊嘅課外活動係點樣嚟㗎？為咗傳揚我哋中國嘅文化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同學能夠接觸到醒獅呢個嘅活動。我想請問你哋平時喺醒獅隊嘅訓練辛唔辛苦㗎？我哋平時喺獅台入邊會覺得好熱啦，不過我哋好中意醒獅呢個運動，所以我唔覺得辛苦。咁我想問下咧，接下來醒獅會唔會有啲咩活動㗎？嚟緊我哋會有中華文化日，我哋將會喺2026年2月嘅13日，中華文化日，我哋嘅醒獅隊將會係有表演，當中會有10隻獅子為大家去表演。各位家長，唔知你準備好未？新年好快到啦，莊啟程小學咧已經準備好，而喺2月13號咧有個中華文化活動，等住你哋嚟參加。